呢日天色就轉好。天氣之後睇睇今朝早新聞。筲箕灣凌晨發生工業意外，一個工人懷疑失足跌咗落沙井死亡。而到場搶救嘅消防員，其中6個亦都懷疑中沼氣，一個消防隊目殉職，5個消防員要送院留醫。黃淑玲報導。2個最先落沙井救人嘅消防員懷疑中沼氣昏迷，同袍利用繩索將佢哋由沙井拉出。蛙人亦奉召到場協助救人。第一個消防員被救出嘅時候，滿身污泥，已經冇晒知覺。救護員即場為佢做心外壓急救。旁邊嘅消防員就把握時間，繼續拯救被困沙井嘅同袍。出事嘅消防員連同跌入沙井嘅工人，逐一被抬上救護車。另外仲有4個消防員覺得唔舒服，要送院。沙井工人同其中5個消防員送到東區醫院，另外1個消防員就送去律敦治醫院。救後，沙井工人同40歲消防隊目張振威證實死亡。事發喺凌晨，3個工人喺天悅筲箕灣廣場地庫停車場進行渠務工程。當佢哋揭開一個沙井蓋嘅時候，其中1個工人懷疑失足跌入沙井昏迷。消防員奉召到場，但亦懷疑中沼氣昏迷。無線電視記者黃淑玲報導。殉職消防隊目張振威事發時係第一個到場救人嘅消防員，佢加入消防處啱啱滿18年，遺下妻子同埋女兒。當局會考慮以最高規格為張振威舉行喪禮，而消防處將會成立專責調查隊調查事件。再由黃淑玲報導。事發後，死傷者嘅親人立即趕到東區醫院。消防處嘅高層亦有到醫院探望出事嘅消防員。處理消防處處長郭晶強話，對於有消防員殉職非常傷痛。佢話當局接報嘅時候並冇收到資料指沙井內有沼氣，當局會調查消防員救人嘅時候有冇按程序配備足夠嘅裝備。我哋依家就會我剛才講，我哋會就事件進行調查啦。咁我哋唔排除個可能性呢，有冇人有冇跟住呢個既定嘅程序去做？咁根據我哋現時既定嘅程序，任何呢啲喺沙井救人嘅時間咧都要佩戴呢個煙帽嘅。咁但係詳細嘅情形係有待呢個調查去證實。而政府化驗師就到事發現場，從沙井抽取空氣樣本，化驗沼氣嘅含量。